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本场共12位选手参加展示，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每位选手展示完毕，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若2位评委亮灯，该选手进入待定；若仅1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欢迎来到越秀组首轮汇演第4场的直播现场。首先为您介绍本场的评委，他们是著名音乐家、作曲家何占豪老师、越剧名家金靖老师、越剧名家陈丽宇老师。本场共有12位选手先后登台，同时我们的网上投票通道也已经开启，直到最后一位选手表演结束才关闭。如果本场得到票数最高选手处于淘汰区，那么他就可以进入待定区。如果该选手已经是待定区或者晋级区，那么结果就不改变。首先登场的是39号选手马莹，来自嵊州越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龚小生。展示的剧目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回18。说起呀
事也听过啊。39号选手马莹展示完毕，有请现场评委亮灯。3、2、1。非常遗憾，马莹进入了淘汰区。接下来登场的是40号选手周意义，他来自于浙江越剧团宫花旦，展示的剧目是《白蛇传》《河伯》。等你仙山老草，虽满金山，也难到金佛法力，困佛。
请你把送美心，金人园里头福下三句。初相见，风雨同舟共情深，托终身，西湖花作金銮玉。以为是夫唱无才功，不义，吃饱了你还风不轻，难受。为了你新家里你开呀铺，为了你多样强硬勇往去，为了你杀生忘世道，心肠，为了你三昧金山发海端。为了你，多听亲儿俩言劝，为了你，看桥南把亲
把
我退到雷锋到此堂去。但要雷锋看到，务必息无水滚。40号选手周逸逸展示完毕，有请现场评委给他亮灯。3、2、1。周逸逸进入了待定区，等待首轮复活的机会。接下来登场的是41号选手蒋林科，他来自于诸暨市文化艺术中心，龚小生，展示的剧目是《白蛇传》断桥。
41号选手蒋林科展示完毕，有请现场评委给他亮灯。3、2、1。非常遗憾，蒋林科进入了淘汰区。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本场共12位选手参加展示，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每位选手展示完毕，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若2位评委亮灯，该选手进入待定；若仅1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欢迎回到粤美中华粤秀组首轮汇演第4场汇演现场。东方大剧院 APP 上的投票通道正在进行中。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选手的投票情况。获得目前前3甲的是金玉娇、潘佳英、洪帅。本场比赛获得票数最高的选手，如果他被淘汰了，那么他将得到从淘汰区升入待定区的权益。欢迎您给自己喜爱的选手投上一票。接下来登场的是42号选手徐秋英，她来自于宁波市小百花粤剧团有限公司，宫花旦，展示的剧目是《陈三两骂唐》。陈三两，本罪问你，这一过境，你可通晓么？刚才我仔细梅花所提，是今欲问这一过境，莫非他？不为，我李氏门中不为出此赃过。你真不为大？他老爷只管问来。已经64卦，第28卦后面怎样讲的？第28卦名为他姑，里有幽王神。是啊，苦养身体，老夫得少气，腹不利。按12夜，老夫少气，没有什么不利。老爷望到今日，竟算团聚不灭。光明他姑，实是他的过错，瓜分老夫的少气，夫不利。夫实在不应有这样的事，不利实在有此事，乃是他的不吉利。总而言之，第28卦老夫的少气无不利，乃是大的过错，乃是他的不吉利。陈三两，此种之计，你从何而来？小女子这种自己，自我一家与众不同。你说的是哪一家的易经之本？家喻祖传历史之本，可有几卷？可有3卷。偏偏何此？小标记上一段是李夫所谓情思所，相逢才后退，一夜做儿女。李伯明，你团早多少？
42号选手徐秋英展示完毕，有请现场评委给她亮灯。恭喜徐秋英成功晋级。接下来登场的是44号选手潘佳英，她来自于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宫花旦》，展示的剧目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死谏》。
为何算唱一步踏踏？民妇有天大的冤枉。讲。民妇弟弟杨内夫，本是辛苦取胜，平心善良，却被神武高中伤杀他通奸害命。衙员不辨是非，聂隐逼供，将他处打成走。世人百姓纷纷为我弟弟鸣冤上告，吃不了冤衙府衙刑府衙门都是官官相护，有冤难伸，世事断案，身心难防。况这清平世界战战兢兢，民妇不幸身兼无公理，公党无民警，当今无报人，大清千不清。因此民妇还以强捏方，同意可真心，为反民期盼我2老年来千里进京继续上告，望请天大老爷为民做主，为我弟弟所愿生一阔子要告部长，谢滚地板。民妇知道。你不怕九死一生吗？为救弟弟，我救一死。好，地板是黑。
草大交际，
哟，我44号选手潘佳音展示完毕，有请现场评委亮灯。3、2、1。非常遗憾，潘佳音进入了淘汰区。接下来登场的是46号选手洪帅，他来自于浙江小百花越剧团龚小生，展示的剧目是《孔雀东南飞》。有丝错可怜。
男子气扬，相思客应在长街菱花早，应将烟得细细描。当年我们与我望，青色红梅玉水桥，四字念字心月岁呀。相思有色，二可天亮。二可更深层。皎月已东升，男子悲与生，从前与天。子期呀，相思可有？徐徐策半山，弯弯起落去。当年三语句，盈盈推芳心。我挽香罗带天色，心已情。今日虽两地不肯分去梦。了3刻天亮，怎么就到了3刻天亮？恍惚似闻得送那连情。
46号选手洪帅展示完毕，有请现场评委给他亮灯。3、2、1，恭喜洪帅成功晋级。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本场共12位选手参加展示，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每位选手展示完毕，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若2位评委亮灯，该选手进入待定；若仅1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欢迎回到粤美中华越秀组首轮汇演第4场汇演现场。东方大剧院 APP 的网上投票通道正在进行中。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选手的投票情况。获得目前前3甲的是金玉娇、潘佳英、洪帅。本场比赛获得票数最高的选手，如果他被淘汰了，将由淘汰区升入待定区。欢迎您给自己喜爱的选手投上1票。接下来登场的是47号选手朱健健，他来自于杭州越剧院龚老生，展示的剧目是《烂柯山雪桥》。做我系之后，顶风冒雪，上山看桥，大不得桃花路啊，临仙山走。
将我自埋葬，苦断肠，谁是不让自在搞不对吧？哎，也是满说的惊人，可是我20年来屡试不中，曾经死人八年，最苦恼的是我那个姐妹才是，她是不得其名的小夸于我，实在吵闹，开口中规，闭口问尽，真正气死人也。
来为他随我到今朝，速速回家。这空担的委屈怎开销？也罢，他多责多怪都知道，少爷少女上计较，当公作义忙得像，再把女儿长子当面表，留到登上青云路。你将我今日得自保，居高楼用我很早，芦苇皮鸟钻进风光，芦苇皮鸟钻进风光，富贵鸟藏。苦涩清冰，去我藏，留我老去困城啊！千里外发财。听见父亲们，不是回家去吧，回家去吧。回家去吧。47号选手朱健健展示完毕，有请现场评委亮灯。3、2、1。恭喜朱健健成功晋级。接下来登场的是48号选手高文启，他来自于福建省芳华乐曲团，龚丑行，展示的剧目为《乌龙院情钩》。来福德贵呀，快点开门去！啊，都困着了，那么只好让我自家去开。半夜三更，是谁在敲门啊？是奴家。奴家，哎呀，妙啊！等我开门。
来。哦哟，好大一只狼蜂，刺动汗毛光，都躲起来在。啊，小娘子，门一打开，请啊，请啊！小娘子，小娘子，小娘。我晓得在，一定是衙门里向的朋友晓得我张文元平常日家喜欢来了女客面上做功夫，所以今朝需卡紧这个喉咙，捏紧了把头，这样子那家来寻我个开心果，喏。哪晓得吧？这生根本呀！人家人是要吓死人我！明早把我晓得了，我对那不客气。三郎是人渣，万事孽差。你莫非就是被那宋江所杀的？你先讲我。三郎，哎呦，哎呦，喊你难道把我跑了吗？哎呀，小娘子，冤于头早有知，英雄本是宋公明，陈江毛还有四江里，何苦找我来逃命？三郎后须害怕，你且进阶来，看看奴家的有言，必就是哦啊！个人面孔倒是蛮好看的，个多名个鬼面孔有啥个好看呢？你不看吗？我看，我马上去看，我马上去看。让我去看看李青。
才定要为连理子，不惧同年同月同日死，谈句同年同月同生。你可是一片真心呐！去家呀！小娘子，那是粉饰你的雄心，我是哭了3天3夜啊！可怜，算了，在奴家去吧。你难道也要我去做鬼三郎，奴家与三郎生死相伴。三郎，在奴家去吧。48号选手高文琪展示完毕，有请现场评委给他亮灯。3、2、1。高文琪进入了待定区，等待首轮复活的机会。接下来登场的是49号选手郑红芳，他来自于诸暨市文化艺术中心，宫花旦，展示的剧目是《窦娥冤斩娥》。
今天同地今天交头相随也相。
强的雪把满街，惊空迎风起，层层层卷，十九八落叶雪漫漫，冰花滚四里，我三元素层层次过里头，三阳院内火三月，火三月，不是我怕下这等无对娘，为了三年。49号选手郑红芳展示完毕，有请现场评委亮灯。3、2、1。非常遗憾，郑红芳进入了淘汰区。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本场共12位选手参加展示，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每位选手展示完毕，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若2位评委亮灯，该选手进入待定；若仅1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欢迎回到粤美中华粤秀组首轮汇演第4场汇演现场。东方大剧院 APP 的网上投票通道正在进行中。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目前的投票情况。位列投票前3甲的是金玉娇、潘佳英、洪帅。本场获得票数最高的选手，如果他被淘汰了，将由淘汰区升入待定区。欢迎给您喜爱的选手投票。接下来要登场的是50号选手王小慧，她来自于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宫花旦》，展示的剧目是《双玉蝉》《菱花镜》。今
常愿喜用归，喜则喜我凤冠要配做花神，明日为相去祭祖，四方八里各道人。这正是往年时下祭奠过，才和一帮生红绫，天与灵文与灵，过千里跳龙门。待我梳妆打扮一番，迎接丈夫永归。
见酸苦居呀，我与你共生嫂子人苦心。林花尽啊，你亲自我少兄父妹生挂带，你亲自我父王家妹苦难生，你亲自我抚养梦养飞容呀，你亲自我抱紧于我平转身，你亲自我几句吕布催家中啊，你亲自我思念梦呀平你不该早得芳儿受风云，早得芳儿见精神，你不该早得芳儿红颜态呀，早得芳儿天最稳。你不该，你不该长恩为你，长龙平于不顾平于抛弃孤身，在我年长羞憔悴。言我虽苦，负我终生害我漂干身。这一无一无靠，冷冷清清，凄凄惨惨，苦苦伶仃，朝朝暮暮，渐渐不应，牵挂你，牵挂你，牵挂你，别我永远给我
才10颜色。难道梦要不变？50号选手王晓慧展示完毕，有请评委给她亮灯。3、2、1，恭喜王晓慧成功的晋级。接下来要登场的是51号选手张琼琼，她来自于嵊州市越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龚晓生。展示的剧目是《玉簪记》。逼职复试，妙曲师傅，说唤钟家古迹到塔殿来为潘相公送迎。是妙女妙相，妙事妙能，妙为妙穷，速到大殿送进拜参。拜顾三区天正王母娘娘，是众位弟子，师傅，我查儿潘玉珍要去领安府考，即刻启程。他唤弟子送进，报与他艰苦告终，存乡之情，送进八参。是。
王母娘娘。小生潘必正今日得来拜别于你，我的心愿嘛，不是你也知道。知道，娘娘会保佑你的。姑娘请上手，随茶儿一拜，不拜也罢。哎，要拜的，要拜的，好好好，拜。姑娘请。今日是你老人家要我到临安赴考的啊！是的，我即刻就要走了。走吧，需要你来于此。我心里有多少话要对你讲啊！快讲吧，快讲吧，姑娘啊！原谅母亲匆匆
下估计随相声一拜。51号选手张琼琼展示完毕，有请现场评委亮灯。3、2、1。张琼琼进入了淘汰区。本场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是52号金玉娇，她来自于杭州越剧院，龚晓生，展示的剧目是《曲江风月》替木。成语思成语，必先牢记筋骨，握记天赋，恐怕其身。
喜欢更多情，一马心愿算多次。悄悄言劝，可为家臣。陈郎，你快说啊！哎呀，娘子，天下一时文章，小生已张下八斗，这说话我已经是脱心了。陈郎，自古道千岁爷满招生，读书之身不可私瞒。陈郎，你要用功读书啊！好，我读，我为娘子读马。自在船上月，是夫不分昼夜。二更天亮，娘子要什么也好去才了。陈郎，陈郎，你振作精神，再去读一会儿嘛。娘子，陈郎，你可知读书要与三道？读书之人岂能不知？妈，你的眼睛看到哪里去了？娘子，非是我不肯用功读书，只怪你那一双水灵灵的巧眼哟，眉目盼心，那么一飘，却把我思索不尽的事，全都飘到九霄云外去了。是我让你分心了。是啊，那我还是先回房去吧。娘子，哎呀，陈郎，娘子，有娘子陪着，我才会发奋用功的。那你就要好好读书啊！好，我读马。子曰：“有儿思其子，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娘子，我在这里呀。陈郎，你怎么不用功读书啊？娘子，不要生气，我正在构思一篇好文章呢。哦，你在做文章啊？我正在构思一篇从古到今、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好文章。哦，娘子，我念给你听，好不好？好，快念给我听听。念呐，芳尘花枝采来兮，一枝头须。咦，秋江子夜里兮，有女几人？眉目盼兮，马蹄酸翠影子，秋波荡兮，花袖叶落雨尘。昔子望江相顾，瑟瑟其所为父，
万寿今生，蒙昧女子请来，是功名是粪土，得家人之顾盼，今成生之欢心生了。哎，托什么世俗不敬，要什么金榜题名？眉目盼兮，无缘作揖。
娘子离骚，好眼睛。娘子啊，怎能忘你生死相随，自不改。怎能忘你心思明镜多酸菜？怎能忘你风雪秋思父母生？怎能忘你为我劳瘁的从生？怎么叫真哎？到此刻我方知什么是真情。唐山高高姑娘子不是的哎，东海谁不顾娘子生了生死情啊！学来的是狂飙剑，卷首青天血奔腾。曾愿我代天立下山黑门，不多亏心。52号选手金玉娇展示完毕，有请现场评委给他亮灯。3、2、1。金玉娇进入了待定区，等待首轮复活的机会。本场12位选手全部展示完毕了，您最喜爱的本场选手投票通道也即将关闭，票数最高的选手将获得淘汰豁免权。现在让我们有请本场的3位评委老师对本场选手的表现进行综合点评。好，最后讲，侬讲啊，我先说。哎呦，看了2天的新秀们的演出啊，我感到非常的欣慰。看到了满台的青春，看到了我们粤剧的希望。那么作为年轻演员，我觉得基本功一定要打得扎实啊。我认为啊，首先要继承好，在继承中呢看到创作力。艺术是为人物剧情服务的技术啊。那么我们一定要牢牢地记住，我们粤剧演员还是要坚守我们自己的特色，
唱作念打，唱是第一啊！我希望各位新秀们一定要加强唱的练习。今天您淘汰了，不等于你是不好；今天你晋级了，不等于你是最优秀啊！不能骄傲。我觉得一个演员都可能会在什么时段、什么时候发挥的不好和发挥的好，所以不要泄气啊！希望亲爱的小朋友们再接再厉，机会还是有的，加油！老师，我觉得金老师说的特别好。我觉得，作为选手来说，应该要把这一次的比赛作为一个新的起点。无论如何，就是我觉得，都应该要努力，不忘初心嘛。因为我们首先是因为喜欢越剧，才走到了一块儿。那我觉得，不管是成与败，我觉得这个一时的成与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个作为你新的起点。其实当初我在06年在比赛的时候，也一直在处于 PK 的状态。但是呢，我觉得通过这个一次一次的 PK 赛，我觉得真的收获很多，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向好的选手、向好的老师多去求教，多去看一看，横向对比、纵向对比。更多的一些学习。那通过这2天的比赛呢，我觉得看到就是也很欣喜，跟评委老师一样，就是满台的青春，满台的青春，而且就是各行当，就是我看到了小生花旦、老生老旦、小花脸，甚至后面好像还有大花脸。这个行当的齐全，是我们一个剧种的一个需要。还有一个就是流派分层，对，真的也是感觉看得很开心的哈。是的。那当然，重量级的何老师将为大家再好好的点评。好，我觉得他们2位都著名的演员啊，他们是专长，能够点评到位。作为我来说，实事就是讲，大家都来，总归要我们评委的话，总归要评出好、中或者较差，都不能个个都尽解，比较残酷，是的，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很矛盾啊，很矛盾。比如说，晋级的，你看我的手势啊，一点不犹豫，啪就下去了。为什么？感动我了，真的。他都从剧情，从他的演唱，从他的做工，很感动，很感动。所以呢，所以你平时是努力的，是台上对，所以毫不犹豫，像这样的演员代表，实际上这个演员代表，他也代表了导演，对，导演代表了作曲，这个代表了综合艺术嘛，综合艺术，对。所以呢，这很重要，这是一个啊。那个还有就是有些演员，我觉得很可惜啊，他嗓子也很好，他表演也不错。但是内容不知怎么的，我也看不懂啊，就是感动不起来，所以呢，就是也请观众原谅啊。这个有时候，哎呀，你不公平啊！这么好的演员，你不选上呢，对不对？不选上他。有的时候，好的演员，好的嗓子，我对他好的表演，他不一定有好的剧情，使人感动不起来。所以这个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啊。所以像这呢，也要原谅我们啊，也要原谅我们，就是说，这个综合艺术，最重这个演员来表演。那么像这些演员，我觉得我们3个人都舍不得的。是演员好，他条件好，我们还是尽可能的把叫什么拉回来啊？叫什么带什么？待命。
那个待定，待定的。所以我说这个待定演员，你自己想一想，对，我们到底为什么叫你待定？而且我待定演员，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对，像足球赛一样的嘛，也可能第一次小组赛的时候我们最后一名，到最后冠军是他的，这完全说不定的。所以我觉得待定演员不要泄气，加油，这是一个。还有刚刚就是你讲的就是，我们比赛我们还是希望最后要流派分成，对，流派分成，还有各种角色都要有。譬如说像今天的老生，实在很难得，知道吧？对，这个好几场我们演下来就看啊，像各个行当都要有代表出来把这个对标，因为小生的戏、花旦的戏容易感动。凭良心说，你们占便宜了，因为戏包人嘛。对，但是呢，这个老生、老旦和小花脸就是小花脸，他们缺少不了他们，缺少戏，所以呢，我觉得即便就是比他们比较很难有这样的一种激动的戏来给他们演。所以呢，如果我们评委组觉得有些角色，比如有些老旦演小花脸，还可以复活的话，觉得综合的话，我们几场来，这个角色不错，所以我们可能会，他虽然内容表演不如其他花生那个小生花旦，但是呢，我们给他进了，这我觉得也是说明我们认真的对待，何老师每个流派都要尊重每一个流派，生旦净末丑。对，比如说我还有感触啊，比如说我们粤剧里面还有几个流派，对，比如说齐派齐雅贤齐派，这个毕派，毕成房的派，还有一个张派还没有来了，张永霞这个派是很好的，我不知道下面有没有。如果有，我们尽可能在决赛的时候有各个流派分成。所以我觉得我们评委也有这个责任，对，保护流派。对，大家认为怎么样？我觉得说的相当的好。流派分成，希望这个我们和全体观众们以及这个各位团长各位团长重在参与。你们有好的流派，赶快把演员送上来。好，我就讲这些。真的是要谢谢各个剧团的领导大力支持啊！谢谢。评委精彩点评，感谢评委的精彩点评。我们的投票通道已经关闭，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本场最佳人气选手。获得本场最佳人气选手的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金玉娇，恭喜她！粤美中华越剧青年演员大汇演越秀组首轮汇演第4场的展示已经全部结束了。进入晋级竞演的选手是来自于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有限公司的徐秋英，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洪帅，来自杭州越剧院的朱健健，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王小慧。进入待定区域的选手是来自于浙江越剧团的周毅毅，来自于福建省芳华越剧团的高文启，来自于杭州越剧院的金玉娇。恭喜这些选手！粤美中华越剧青年演员大汇演越秀组首轮汇演第5场将于下周末7月6日下午13点30分开始，我们将继续为观众朋友们直播，欢迎您的关注。